昨立法院三读通过核管法修正案，到期的核电机组会当申请停拍上低是当延20天。也毋过，环境部长彭启明早起是表示讲，目前的环评法核电机组延役也是停拍是无需要环评，也毋过独一煞需要，这是真奇怪。伊嘛表示讲，目前在针对环评的制度，正在进行检讨，下半年会开始修法。 核管法修正案放宽核电机组的申请限制，即照到期的机组嘛是会当申请换照，就算核三厂的离合机5月17号到期，未来嘛是会当随时提出申请。不过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，依照目前环评法规，运转40年的核电厂，迄当年无进行环评，但要停课或者是延役无需要搁环评，颠倒是申请除役需要环评。 这个是现在的环评法规的原来的一个规定啦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要整个有一些改变，那真的要去修改现在的环评法。的确，我来担任环境部长，我听到这样一个逻辑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重启或是延役不用环评，然后除役反而要环评？ 另外，下早啊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国民党立委赖世宝问台电，国外评估停课一部机组爱台币2000亿，但台电回答，即马至少爱100亿美金，大约是3000亿台币起跳。面对在野党希望无旁来接起来，互特别除役的核三离合机直接继续运转。台电强调，离时间上根本行袂通。首先，核安会还未定出相关处罚基础，台电评估嘛的时间。左轨定2点，5月17日，这个核三如期除役，是安尼，就是无理由。今天是5月14、5月17要重新换照，又要有审查的期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依照现有的相关做法，老旧机组换照需要减负、老化的评估、有管理报告、安全分析报告等等。未来是毋是要增加更较侪评估项目？核安会表示需要盘点了后才知影。有关修正案，互机组上长会当延役20年，下一届的核发20年的运转执照吗？核安会表示，爱看台电提出的申请，佮有相关报告，伫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来审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